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27 AM 新闻，我是嘉豪。讲到今日台股呢，有冲破4万点，最后是收伫咧39616点，起1262点，是有史以来起第7次。来讲到这台积电的股价呢，是收伫咧2265块。虽然有一寡股票当咧起，不过股票要落的也是有1359件。台股27加权指数开盘时阵大起要到10点，第5分钟内就冲破4万点，并伫咧原点起起落落，盘中不到上悬40194点，创新高纪录。不过尾盘阁盘落，收伫咧39616点。前元大工领头台积电带头起，开盘跳悬起要到100点，盘中创新高，上悬到2330块。梦幻联动过后，上表一盘的卖单有8512张，甲股价又来收伫2265块。市场认为这个中东的危机油价的一个上涨，它是一个短期的现象。现在市场更关注 AI 的长线的一个趋势，市场资金怕错失了这个押注 AI 的一个机会。分析师讲，市场资金的主力拢放伫咧 AI 的成长趋势，因为过路经美国大型科技公司即礼拜要公布财报，市场的资金拢伫咧卡位，而且金管会宣布，台股主动式 ETF 对台一上市公司持股的上限，自原本的10%起到25%，和台积电有可能摕到更加侪资金。不过，这项政策要人讲是台积电条款，法人认为来自投信增加台积电股票出现潜在资金的空间，就到2000亿。市场这么大家咧抢买台积电，就让人担心资金会对中小型股脱离，dẫn起台积电这款大型股出现惊吓性换股。而且上市贵收盘504间起1359间盘。我觉得这个是短期的因素啦，因为我们最强的就是资通讯产业，那尤其是半导体，所以台积电市值这么高，那是因为它的表现真的太好了。那我觉得这个没有办法，其实产业的竞争就这样。市场资金多，国发会也公布115年3个景气灯号，连续第4个月维持代表景气好的红灯。国发会讲，国内经济继续稳健的成长，不过要注意所来变化。伊拉中央大厦也公布消费者信心指数，大部分的民众对是不是未来半年投资股票的好时机，结果大家认为不是，表示伫股价观点时阵，大家也是担心。记者综合报道。在野党发起单协总统赖清德立法院在今仔日办的听证会，南北党团呢有邀请专家学者，这专家学者是批评赖总统违反宪法中情义务。那这个民进党团呢是无邀请专家学者，而且也拢无立委参加，因为行为就是要来抗议这个案件的正当性。不在。和松山区的民众斗阵协商，立法院长韩国瑜雄雄讲出这句话，反正是因为艺术常常予伊头壳冇咧烧。也那在野党发动单协总统赖清德，立法院日前举行专业委员会听证会，南北党团邀请专家学者斗阵发言，民众党立委大多数拢照到位，不过国民党立委说是出席率无悬。他也不到立法院来向全国人民报告，他好像是得了一个宪法痴呆症，或是宪政狂妄症。我觉得是不是应该找一个宪法医生找几个宪法医生给他看一看。错误的能源政策真的比贪污还可怕。政府的公开的数据是只有指出日间风，但是实际上台湾最危险的时候是在傍晚太阳下山之后开始。南北批评赖总统违反宪法中性义务，无依照法规公布立法院通过法律案，还有能源政策草案等等。不过，民进党团无邀请专家学者，嘛无推派立委询问，用集体无到场的方式抗议单协案欠正当性。弹劾案那其实宪政的一个设计是非常高的一个门槛，就算他们联手这个案子也不会过那徒增整个政治上的这一种对立这个完全没有任何的一个意义也那赖总统就职满2冬前1天，也就是单协案表决的迄天，民进党团嘛表态未去投票，因为根据宪法征收条文第4条规定，需要有76票同意票。单协案才会当通过，不过在野党的立委加起来，加62席，这个限制是足歹过。记者综合报道。
中选会伫今仔举办高级典礼，尤英良接任中选会的主委。拍算针对着这南北拍算要来提出着变形和安乐死的公投案，尤英良表示讲，中选会会非常谨慎来处理，也强调讲，目前的法规并无要求中选会若准立法院通过公投案，拢爱全部来甲接受，嘛是会依法来甲审查。来讲到这民众党李正秀的争议，尤英良是认为讲，用国际法来处理中国配偶的参政权，确实有正大的争议。交接应信。接下应信，主委尤英良正式接掌中选会。中选会27举办交接典礼，由行政院秘书长丁顺涵担任监交人。丁顺涵除了伫致辞时对中选会提出3项要求，对着行政院已经补提名沈淑辉、蔡伟德甲黄茂信，嘛话讲立法院爱理性审议。这3位人选都具有法政专长、实务经验以及无党无派，期望行政院提出之后，立法院也能够理性来进行审议。尤英良坦白讲，未来任期至少有2大任务要完成。第一是今年的9合1地方选举，第二是2028年总统以及立委大选。中选会嘛有6大挑战，包括公投白大选、无在籍的投票、公投案和6岁参政权的问题。针对前民众党立委李正秀的争议，尤英良认为用国际法处理6岁参政权的问题，实在是硬拗，应该对宪法甲法律面来处理。两岸关系有其特殊性。现阶段用国际法处理陆配参政权问题，实属牵强，而且具高度争议性。目前中选会已经达到法定人数，会当召开委员会。不过，除了公职人员选举以外，若被拢有意思伫年底提出公投。国民党团推出变形公投，也民众党团是搁咧讨论的阶段。安乐死的公投会列入考虑。最近的一个公听会之后，我们听取多方的意见啊，然后会再做一点修正。所以我们自己会提出安乐死。这个现在中选会开始运作了哦，对于年底公投变形啊或者安乐死的公投，我就按照顺序来走吧。法无明文规定，立法院所通过的公投案，中选会必须照单全收。但是，因为是立法院通过的公投案，所以中选会必须更加的审慎。尤英良表示，中选会是毋是有好决立法院所提的公投案，目前佫是一个真有强度、佫开放性的问题。未来安怎好好处理立法院所提的公投案，避免中选会变成是一个佚佗囡仔，佫是一个严格的挑战。记者综合报道。有台湾民众家己招招的招集团离世伫咧中国的甘肃摔来并且造成1个人死亡，12人受伤。交通部观光署表示，讲民众家己组织团无违规，也适用旅游定型化契约。不过业者讲呢，因为国内也有中国禁团令，旅行社用代理方式来协助旅客，较无多伫咧第一时间掌握到状况。若有想要去中国佚佗，无共的所在有无共的方案，甚至车票、门票、导览全部拢传遍遍。目前两岸禁团令还未解除，民众敢会当家己组团去佚佗呢？观光署说明，禁团令是禁止针对无特定的对象去招揽的团体旅游，也若民众是家己家人找好，请旅行社办理，就无伫这个限制。自主团并未违反禁团令，且仍属于团体旅游，故旅行社就办理团体旅游所应遵循的规定，皆需遵守，包含签订国外旅游定型化契约。来看两岸佚佗的禁团令，是伫咧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的时阵，两边的旅客拢登去。原本是定2024年3月就解禁，允准组团去中国。毋过伫咧解禁进前，却因为 M503 航路争议，政策佫改变。迄时业者嘛已经开始伫咧招人客，经过工会甲交通部继续协商，才短期开放。部长没有特别提到日期，就6月1号以后，你们有招人的团可以继续走，也没有说7月份、8月份、9月份的怎么样，有一些东西就不用直接明讲出来了。不过2024年6月了后，禁团令继续施行，嘛有旅游业者就讲，咱台湾人去中国的需求真大。观光署统计资料显示，去年咱出国去亚洲附近的国家，第一名是日本，第2名就是中国，一当有超过323万人，偏去韩国、越南、泰国更较多。有关的民众的生命安全，所以我们会建议是说，其实有关旅游安全的部分呢，两边可以坐下来好好的沟通。回归到那种这种需求，而不
嘛有业者就表示，即摆要去中国的自助团，拢是台湾合法的旅行社协助的。业者嘛有依照规定投保险，毋过未来若是禁团令无解除，敢会互去中国的旅行团掉伫咧网络界线，嘛无法度应用未来计划。记者综合报道。2026亚洲冬季运动会4月30到5月初6会伫咧高雄举行，所有中国选手伫咧网络讲申请来到台湾受到阻碍。不过高雄市政府表示讲，送审的资料有一寡是 AI 创造出来，也有一寡人具备解放军的身份。这报警再审也发现讲，和本地归团出席的方式无共款。主办单位是回应讲呢，若准无法度通过，会宣告中国选手无法度来比赛，事后会退钱。海报顶头写台湾高雄运动会邀请大家参加，引起中国网友讨论。2026亚洲冬季运动会6月30到5月初6要伫高雄举行，不过中国选手报名人数自往年2位数增加到800多人。高雄市政府正注意，要伫审核过程时阵发现，有的资料欠专业证明，有的是 AI 生成的伪造资料，也有解放军身份的人申请。当初这些协会他们就是也承诺跟运动部报告，就是说会以团进团出的这个方式进到台湾，然后它的日期是从这个4月29号，然后一直到这个5月5号这个结束。政府讲，中国籍选手入境审查就要用专案方式申请，有面台提醒讲要注意渗透行为，有面台讲审查要透明。他不是选手，那甚至也不是来玩，而是来进行一些渗透或者是政治相关的工作的话，那这个责任谁扛得起？如果真有这个疑虑，他们不能来，那你就不要让他们来。但是你不要这样子不回应，让人家好像摸不到头绪。这边中国选手报名要来参加亚冬运的有834位，主办单位讲615位的运动资格已经得到中央地方认可，这嘛是卡伫咧入境许可也有担保人的问题。我觉得它就很简单，它不是一个单纯资料不全的问题，而是政府机关不敢保，民间单位不能保。这样子的一个冲突。主办单位讲，中国籍选手的报名伫1月底就结束，已经甲建议改套办法，用上快速件行文予各相关单位，也接到运动部回文，讲会使予协会做中国籍选手的担保人。不过相关单位的审核，若是最后也是无法度过，中介就要宣告这届中国籍选手无法度来台湾参加比赛，也伫比赛后甲相关费用全部拢退下互因。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台中太平马卡龙公园这奥多拜停车场，和民众指控讲，市政府伫咧这停车格边仔呢设白色按摩涂装，那准是天色暗，目睭就无法度判断讲，这敢是涂骹顶的飘线，害伊拄起步徛离开的时阵，骹目去弄到这白色按摩涂装，害伊骨头含韧带拢断去。这位民众也要提起国赔。倒脚目焦火热甲乌青，就算用好带包安也当看到正正。台中一个民众去年11月初7，骑车带囡仔去台中市太平区的马卡龙公园佚佗，暗时8点外离开机车停车场的时阵，去弄到停车格边仔白色按摩涂装，骹180度崴着。后续诊断是骨闭气筋断去，甲担敢来当前福建下无法度工作。转弯的时候，我撞到的时候，我才意识，为什么这里会有一个凸起来的东西？然后我那时候的脚是卡在那个水泥砖，然后我的车子又夹在那个我的脚上面，所以我的脚是有点180度这样折到。马卡龙公园2022年底早启用，有3.15公顷，也有全台湾上悬的厝楼啊，连八壁设施，真侪亲子拢介意。市政府伫边仔规划起机车停车格。啊，毋过机车停车格有3个停车格边仔有16公分悬的白色按摩涂装，甲地面白色飘线色水正活，4颗咧，阁有真侪去找到的痕迹。受伤民众伫网络社群答问，当地民代嘛讲有接到真侪民众反映跌倒去受伤的案例。牵车的时候也有其实绊倒过，也有市民有跟我们反映过，这个设置到底有没有合法？那如果是合法，那为什么没有标示清楚？可能要加个反光贴片吧。路灯照下来的话，反光就是大概会知道说水泥砖的
高度。台中市政府表示，停车场是建设局规划设计，白色红木涂砖是停车场的路肩石，做分隔车道甲停车格使用，避免车违规停靠，提升整体行车通行安全。公园有投保公共意外责任险，要由受伤民众举证，后续会会勘检视是毋是有改善的必要。受伤民众是按算提国赔，希望家己是最后一个受伤的人。记者采访报道。前几天呢，高雄有妈妈含这查甫囝去火锅店食饭，8岁查甫囝呢，家己要去便所，说互一个少年人骚扰，甚至是甲人诱入去查甫便所内面。妈妈随报案，也伫网络顶头铺文。专家提醒讲，这细汉囡仔若准去便所，家长上好是做伙陪伴，会较安全。18暗时，8岁查某囡仔甲阿母去火锅店食暗顿，甲一个少年相闪身。家长指控这个少年对查某囡仔入去便所，对查某囡仔骗色，佮想要甲伊诱入去查甫便所。加在查某囡仔第一时间喷走，转去座位甲阿母讲，家长随报警。进去男厕，最后电门打开来，然后就说：“妹妹，你来。”我女儿就不敢进去男厕，然后她就赶快回来座位上面，然后就两手就很紧张这样子。才跟我讲，立即报案。那警察过来的时候，我们也有发现到，当加害者他还是在现场，那我们又赶快去做一个保全的动作。家长讲，火锅店头家第一时间带查某囡仔一道一道指认，顺利找到人，嘛报警处理。只是对方家长的态度，予伊真无法度接受，嘛自责无陪囡仔做伙去便所，伫网络社群铺文提醒家长注意。本分局依规定受理侦办，通知相关人员到案说明。全案将移请台湾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审理。还是先冷静然后看状况。如果有一些身边可以有一些随身的物品可以带着的话，比如说防身的警报器啊那些东西，压下去就会响，然后或是拉开就会响那种东西，其实比较有办法吸引人注意。致力推广妇幼人身安全的民团是建议，身高不到80的囡仔，或者是体重较轻的囡仔，也是建议家长陪因去便所。警方嘛呼吁爱尊重他人的身体主权，拄到性骚扰，保持冷静、拒绝，想办法把对方的特点记落来，大声呼救，嘛爱设法离开，而且该赶紧报案，让警方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检调甲警方去年接到这财政部关务署的证书，讲有嫌犯对中国进口160公斤的化学原料假案，所拢无申报。经过追查，伫桃园的制毒工厂查到190公斤外的毒品，这市面的价值大约是2亿5千万。原警手提盾牌，嫌犯一开门，随黑头叫伊拍落，立刻出来搜查，发现规处境的制毒工具，现场有化学原料插片的气味，专案人员就要挂护目镜加防毒面罩。检警调去年3月接到财政部关务署证书，有毒品集团以更替制品的名义为中国进口160公斤的假案入来，有可能是要制毒。顺线索伫桃园平镇的偏远山区，发现铁厝大的制毒工厂，同年9月底发动搜索，逮捕40岁姓曾的主嫌，加46岁姓黄的共犯。破获以中姓男子为首之喵喵3级毒品制毒工厂，现场共查扣成品及半成品约190公斤。中姓男子等人企图以邹为养殖业所产生之恶臭，掩盖制毒过程刺鼻之化学气味。假案是有机化合物，是真世上的化学原料，通应用伫农工业多项用途，嘛是制毒原料之一。进口必须要向经济部工业局申报审核，提出用途证明。2人因为无申报，牛卡烧出来，现场共查到俗称喵喵的3级毒品，甲基卡西酮成品甲半成品124公斤，第4级毒品先驱原料二溴四甲基苯丙酮70公斤。中嫌因缺钱花用，试图透过制造第3级毒品喵喵来赚取暴利。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制造第3级毒品罪嫌，将中嫌2人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警方表示，这批毒品大约会当制作50万包的毒品咖啡包，初估市值2.5亿。专案以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送办，近期由桃园地检署侦结起诉。记者综合报道。
中国文旅部今年4月宣布，要开放上海居民去到金门、马祖旅游，由上海旅游业者组成的团队，今再去先到金门探路草，按上要进行3港行程。也因为进前呢，中国有宣布10项对台政策，金门县政府议会也要组团去到中国厦门考察。本地是这副县长要带队，不过中央审查了后，强调咱的政府并无推动新系统的政策，也因为安尼呢，无核准11等以上的人员去到中国，这访问团的层级就降到副处长、副局长的等级。由红布条啊，人龙人山迎接金门县府热情欢迎上海旅游探路团经过小三通到金门，展开3港2暝交流行程。我觉得我们这个团对金门姐好感倍增。上海旅游业者11人先到金门酒厂参观，佮去金门老街拜访讲堂甲更多顶点头，佮经过金门大桥去小金门。这是中国今年2月宣布要开放上海居民到金门旅游了后的首发团。特别是我们也希望说，透过金九的一个连接，能够让两岸能够更加了解金门。同一天，金门县府议会也组团去中国厦门考察，因为进前中方公布10项涉台措施内底有关金门部分，包含甲福建沿海通桥甲支持金门共享厦门新机场。原本安排是副县长李文亮带队，按过陆委会审查了，无核准11等人员去中国，暂时降做副处长、副局长等级。基于国安或者是两岸目前相对来讲比较紧张的局势，探讨这些议题，中央可能相对觉得目前比较不宜嘛，但是我们还是会努力的来争取。移民署指出，政府无推动所谓新系统的政策规划，对金门县府县长甲以及主管去中国申请未核准。另外，在两华金团联无解读之下，最近有台湾民众自主旅行团到中国感受旅游，发生冰车事故，也引起是不是合法的讨论。自主团并未违反禁团令，且仍属于团体旅游。故旅行社就办理团体旅游所应遵循的规定，皆需遵守，包含签订国外旅游定型化契约。观光署统计，去年国人到亚洲附近国家旅游，第1名是日本，第2名就是中国，一年超过313万人次，比韩国、越南、泰国拢较济。有旅游业者承认，若禁团令无解除，可能让去中国旅游团继续卡伫普色地带，恐惊毋是长久的打算。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今日进行第3届调野协商军购特别条例，国民党立委徐卡新建议讲先处理军购，再来处理商购违则。也讲经过计算，这军购上届基本就是8000亿。不过，南北党团拢认为讲这金额项目拢有调整过，就要经过党团大会通过，才会当来决定。韩国如是才是5月初6搁再协商。国防部当然要随时待命后面。国防特别条例一直卡伫立法院，立法院长韩国瑜支持第3摆召集调野协商，无排除规暝来讨论完成定数。会前，民进党立委陈冠廷表态，希望今夜项目甲行政院版本愈换更愈好。国民党团总调不分歧，呼吁国防部针对上个爱讲清楚。韩国的部分，因为过去到现在有很多弊病丛生呐，我们必须要请国防部跟国人做一个清楚明白的一个说明。我们希望金额越接近越好，项目越接近越好。如果金额提高，但不包含山沟跟围资的话，那一样我们就没有脱土我们本土的生产能力。美国也一直观察军购进度。美国在台协会 AIT 台北办事处长高立平最近接受媒体专访讲到，单位应该赶紧通过全面性国防特别预算条例草案。调野协商一开始，那立被针对采购项目，考虑竞标拢有家己意见。那被要求国防部应该将美方第2份发给书有多一寡项目列出，强调金额到时阵对应调整。郭部长应该也知道第2份发价书有哪些项目，那如果那些项目其实也可以列出来之后，那个金额就可以。美方有明确的信息，有发价书，我们要买什么，美国要卖什么，我们可以来纳入我们的第5条。我哪一项是恁买嘛？按那叫我都聚焦，我们再来说服说为什么这一项要，你们可不可以听看看，再进一步再来协商那些你们不要。那位徐卡新建议先处理军购，再个处理上国家规则部分回归一般预算编列。不讲条件过家己计算，军购部分差不多8000亿左右。徐巧芯委员提出军购大概在8000亿，这个数字第一次出来。国防部立场还是当然希望我们能够通过1兆2500的预算。
南北党团也表态，相关经验调整爱回到党团开会检讨。韩国如菜市生产会5月初6继续开第4摆军国协商。记者综合报道。面对着这中国威胁，国军拍算要并步真机和开发机器狗，中科院正式讲对外国引进现有的技术，协助台湾建立飞航供应链。另外，退役的海军小校卢勒斯活中的言论引起争议，国防部长郭立雄也希望讲会当赶紧来修法，或者退役小校以上也有相关的停改机制。另外，美国对台军售呢，这 M1A2T 的战车最后一批28台已经送到台湾咯，也就是讲108台拢已经交到啊。防水部显开，大车顶头载是 M1A2T 战车，第3批28台已经运到陆军装训部。咱甲美国买108台 M1A2T 战车全部拢到位啊！另外，国军已经公开登记完成开发，就量载国效益评估、直接建难或者是独立科研等3种模式，调hiệu新型科技，也要建构无人载具大军4卡机器人，也就是机器狗。机器狗并不是由我们中科院独立开发的，最主要是从国外引进现成的技术，但是我们跟它的合约上是协助它在台湾建立供应链，尤其是它把它原本里面的东西能够排红。中科院证实，历险上的相关元件拢已经应用伫咧机器狗。另外，国军也要调hiệu包含21万台各种无人机 AI 辅助分析，建立情资整合系统之外，因果除了软硬体人才的培育也正重要。当然，觉得人才会越多越好。除了这个文官跟军职以外，我们有约聘的人员。那另外，我们也跟中科院借将。国军继续强化建立应应强军的威胁。退役的海军小校卢勒斯最近去中国参观军舰，伊讲感觉祖国强大啊，就代表台湾国家安全。这款亲中国的言论引起争议。这位少校他沦为这个中共统战的工具，为敌喉舌。我们发表这种亲痛仇快的不当言论，我们都表示痛心，也深感不耻。郭立雄讲，陆委会已经提出两法条例修正草案，小校以上体重有相关损害国家尊严的行为有停改机制，希望立法院赶紧通过。因那陆军宜兰金六级营区团工有营长放中共统战电影，郭立雄讲，全军会加强相关精神教育。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个案，营长他个人对这部影片里面他的一个价值判断的错误，营长申诫2次。进前金六级营区才发生连长嘛有台湾甲日本协同的新兵被调离主管职务，也被上法办。郭立雄讲会全面检视相关的法制甲管教不当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咱即马国内欠护理师连公立病院也找无人，台北营总院长陈为民就表示，公立病院搁爱面对退休制度的问题，是因为配合55岁围绕降龄退休的政策，公职护理师只要年满55岁就会当办退休。大和台北营总去年干那离职的护理师呢，就超过120个人。不过台湾的护理师工会是认为讲，要甲这护理师留条的呢，就爱甲这3班护病变立法，拍算5月初5要去卫福部订正抗议。国内护理师因为长期压力大、工时多、薪水低，这的工作环境，新冠疫情解封了后出现离职的人。部分病院频繁减少闭闭关闭床，连公立病院嘛面临招无人的困境。台北营总院长陈为民坦白讲，其实公立病院阁面临制度的问题，因为配合政府55岁围劳降龄退休政策，公职护理师年满55岁就会当办理退休。台北营总去年离职的护理师就超过120人。我是有苦难言，但是只能祝福他们到私人医院体系继续帮助台湾。但是光去年1年，台大流失50几个，荣总流失76个，55岁最有经验的时候就离开荣总。陈为民讲，资深护理人力离职对医疗照护经验传承拢有影响。台湾护理师医疗产业工会认为，要减轻护理师工作负担，和护理师愿意留任，就必须加3班护病比入法，嘛保障病人的安全。所以要伫5月初5去卫福部订正抗议。因为护病比过高，会造成住院的病人死亡率增加、感染率增加、再入院这个增加。所以呢，对于病人来说是一个很严重的影响。就是这个部分，我们是都一直在往前进啊，在做一个评估跟监测人力的监测。那这个都是在我们的规划当中。
卫福部是讲，去年推销护理人力政策准备12项策略计划，透过夜班津贴、3班互评比奖励等真侪项措施了后，今年1月护理人力比去年同期增加5000多人，总数达到19万多人。3班互评比入法会持续评估。记者采访报道。有人讲公务人员是铁饭碗，不过因的离职率也是愈来愈高咯。今仔日有10外个这公务体系工会去到行政院抗议，因不管这药件津贴、死亡给付等等呢，拢是用本薪来算，实在是无够公平。因来要求讲加班呢，就要比照劳工有倍率来计算，也应该爱取消20点钟的上限。希望行政院上无调薪水调6000，有关公务人员的待遇。加班制度要正常。 10个公务体系的工会来到行政院外口大声要求调薪水，其中中央健保署工会讲，这几年营业务量增加不计直直起，人是愈来愈留袂调。也有消防员甲公立病院的员工指出，公务人员无像劳工有加班倍率，一个月各有20点钟的加班限制，超过都是换休假。因也叫设定加班倍率，避免业务不合理增加保障基层的权益。不管是公务人员或是劳工，一直在短缺，都在出走潮。 所以那个薪资结构没有去改变，业务量增加，造成很多员工很多同仁都出走。劳工一般有这个加班倍率哦，1.34、1.67，但是我们公务人员哦几乎完全没有哈。所以我们要讲哦，这种制度底下哈，这不是在鼓励我们奉献的，而是在变相的剥削我们这些保护国家安全、维持政府运作的这些人哦。 所以我们要求哦，加班费必须要全薪计算哦，应该要设置倍率哦。行政院人事总处3月25有讲要伫6月底进前，会对公务员专业加级表来调整，争取公共高调薪。不过，代替产业工会表示，公务体系像药院津贴、失能含死亡给付等等，拢是以本行做基础来计算的，应当连本行做伙调整，这是正式的调薪。行政院如果要调升专业加级没有问题，但是呢，因为这个专业加级它并不涉及到我们相关的给付以及我们的退休保障，所以我们认为至少要把我们的俸额至少各级俸额要调到6000元。 这个公务体系的工会拢指出，像各级机关的行政人员、经销和公立医护等等，这几年拢有业务增加，薪资待遇却拢无得来调整。因希望主管机关行政院回应因的诉求，提升待遇，避免公共服务体系崩坏。记者卢尚珠、郑俊佑台北报道。 松山机场隔壁的松南营区交通正利便，本地受机会，正做这飞达总部备案。不过，近年传出讲呢，市政府当咧规划要变做是 AI 产业园区，委托这顾问公司当咧评估。一若在地里长是呼吁讲，就要保留原地社会福利规划。有机关是建议讲，根据着地方、中小抑个托育的需求，来参考民众意见，重新做一个规划。 临近松山机场的松南营区交通便利，现在传出北市规划要在这里设置 AI 产业园区，但地方却有不同声音。我近松山机场连接南港北树科交通里边，松南营区捌互人当作飞达总部的备案，不过到尾也无选到，边都是民生社区，青翠树仔多，适合人住。在地里长讲，里面聚会人较多，日照中心确实无够。我们65岁以上、70岁以上的大概1-2000个人，我们东荣里啊。 那要去日照中心都没有位置，应该是要做一些社福的，让在地的老人家老有所托啊。松南营区规划打造 AI 产业园区，希望请指标型企业供应链业者入来，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新创生态系。市府委托顾问公司做可行性评估，民代呼吁市府应该根据地方长照托婴需求，纳入民众意见，定性规划。 台北市现在老人人口化非常的严重，而且呢也没有一个完善的一个所谓的长照园区在这个地方，3公顷的一个基地，这么大的一个基地，其实就可以做一个长照园区的规划。 我想松南营区要发展 AI 产业聚落，当然对于台北市产业发展以及增加 GDP 是有很好的一个帮助啊。但的确这么一块地啊，其实在地的这个居民，尤其是长辈，也很需要所谓长照，甚至是住宿型的机构哦。监委员建议，也是应该保留长照空间，甚至甲 AI 也是新创应用，甲中辈照护相结合。台北市产发局表示，市政府已经成立评估小组讨论相关作业，预定今年底提出评估
建议，是毋是保留社福使用，会阁谨慎评估。记者采访报道。台南安平台大天后宫，这个月25、26两天呢是4年一区的上香山迎妈祖场面真热闹。不过半暝仔的时阵呢，伫遐放炮、放烟火，服务附近的民众是真不满。环保局表示讲，有接到28件噪音订正，会来开罚单。暗暝烟火一个接咧放，确实有影水，声真侪人来斗闹热。台南安平顶礼拜是4年一冬上香山迎妈祖的活动，虽然这个活动互人来做无形文化资产，不过其他暝煞有未少民众反应真歹困，主要因为其他暗时到期7半暝，真侪所在咧放炮，其中大平路甲东平路这搭停车场烟火放袂停，民众认为明明有规定，干呢交叉无该妥当，若实际倒去现场，涂骹烟火客啊开大堆。这次是100年嘛，哈，100年的那个热闹，当然是，我们是支持的。那因为2点多还有放到鞭炮的话，就是会影响到大家，那扰民，让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的休息。热闹也是很支持这个活动是没有错啦，但是隔天要早起要上班，然后小朋友要读书，我是觉得这个时间点太晚了啦。面对民怨，安平开台天后宫嘛出面回实礼，美方坦白讲，伫半暝听到炮仔声嘛错一条，因定听这回绕境规模真大，有40外顶高背景成就来参与。不过咧办进前，拢有宣导优质庙会文化，甲绝对唔通半暝放炮。这噪音哪像是有功，也是信众自发性的行为。我不希望是这样子，这是一个正向的一个活动啊。这样一搞下来的话，我们就是又要背黑锅了，所以我们也是支持这个开罚单。本案后续将依据民众所提供的检举资料，移送各权责机关依法裁处。根据市府统计，活动期间尚无接到28件噪音订正。市府强调，台南市对烟火有严格时段管控，部分也是放外挂无咧插规定。环保局目前咧收集相关资证，到时会依法开罚。到底办法伫保存100年民俗文化甲维持都市安宁之间来达到平衡，已经成做市府甲国境标友爱面对的课题。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南投民间焚化炉自该范围界定会期行开第7场，也因为今仔日是咧民间乡落水马出巡的日子，自救会就批评讲，这县政府呢拢是挑工选择农民采收地米迎妈祖这款的大代志、大日子的时阵，伫咧开会。自救会和环保团体也伫现场点香要甲落水马并，说含这警方发生冲突。不过这县政府是配合讲开会日子拢是配合专家学者，外界唔通想遐济。这么简单的事情，怎样？浊水妈祖庙在民间，所以你们不需要尊重浊水妈祖就对了。环保团体会这生气，是因为拜一南投环保局佮开启民间乡焚化炉的环境影响评估会议。因为拜一拄好嘛是民间乡1年1届的迎妈祖，当地人批评政府是趁真侪民众会去迎妈祖，无法度来参加会议，结果伊选一天，团团去现场点香，警察随来阻止，引起民众的不满。现在是落水马出巡的时间，大家人拢去落水马遐拜拜，所以呢来开会的人就较少，安尼是足害的代志，还是挑工选这个时间。拍算代表民进党参选南投县的温世哲，嘛来声援自救会佮团团。南投县政府是配合讲，开会的时间拢是看专家学者，都是有闲为主，并无考虑其他的原因。希望外界唔通想多。场地要有闲，专家学者嘛要有闲的时间才会当开会哦。所以阮是统计大家会用的时间，后会前会使的时间来做开会哦。阮并无顾虑到什么其他因素啊。另外，民间反焚化炉自救会嘛一面册佮公布咱的石好的画面，证明石好已经是民间乡生态。嘛强调，民间乡才是石好生活的所在，无应该起焚化炉，害石好失去生态地。希望大家无分党派，守护民间的生态，要求政府撤销起焚化炉的决定。记者安秀南投报道。
民間團體對2024年開始搶機，甲英國國民黨政府5月19宣布戒嚴的這天定做是白色恐怖記憶日，要舉辦白色恐怖記憶雅典。今年是希望延續到這歷史保護熱度呢，要甲這學校串聯起來，精選到這個超級大國民落幕到15號頂24部影片，希望學校來鼓勵因來運用。那主辦團體是呼籲政府也要愛協助學校社會，在咧舉辦活動或者是雅典的時陣呢，就要加強推廣白色恐怖記憶作品，來深化社會歷史教育。如果你問起倒數台灣的過去，我會甲你講，會較目屎地歷史的教育。影片以詩人李炳勇讀家己的詩，拄過你問起來帶出白色恐怖受難者的歷史記憶。這幾年，劉小東有白色恐怖題材的作品，親像國片《大王》嘛引起社會的關注。由民間團體主辦的白色恐怖記憶影展，今年要改做校園串聯放電影的方式，希望延續歷史保護的熱度。找一寡片，通做一個單元，然後呢，甲因呢課外活動，也是甲某一寡課，比如講歷史課，也是迄個公民課等等，通合作會。跟教育部就推動一個國家轉型正義教育行動綱領，就是要希望咱全台灣所有的學校、公務單位，攏愛推動轉型正義教育。所以就是講，咱老師唔免驚嚇。自1949年5月19，國民黨政府宣布戒嚴開始，白色恐怖時期43年中間，有超過2萬人受難。現台灣和平基金會自2024年開始搶2019白色恐怖記憶節，也開辦影展來記憶這段歷史。今年精選超級大國民落幕到15號頂24部影片，希望鼓勵學校來運用。有大學團體參與嘛，表示少年家唔是無關心歷史，是無機會了解爾爾。是用50幾間大學學生會組成的，希望這個學校會當甲阮做伙，透過這個電影、這個影片，會當去學習到這個過去。主辦影展的現代文化基金會和519行動組合等團體，嘛呼籲教育部擴大採買白色恐怖相關影片的廣播版權，協助學校放影片，也是辦影展。伊嘛建議文化部在國際影展加強推廣白色恐怖記憶作品，嘛同意補助鼓勵校園甲社會團體舉辦講座，來深化社會的歷史教育。記者盧尚珠、鄭俊佑台北報道。咱來看國際新聞，講到這美國白宮的記者協會晚宴請案引起安全的記錄，除了金屬探測器，當港的來賓呢，攏無檢查身份證件，摕門票就當入場。嫌犯將可能是一個活動的前幾天就帶來到這個飯店，閃過這檢查的程序。而且這屆呢，有真濟美國的大官攏到現場嘛，引起同一個地點有安全的記錄。就美國官員建議講，未來參加公開活動，上好是穿防彈架。敵警警員提前協助美國總統川普離開白宮記者協會晚宴現場，這場發生喺美東時間25暗時8點35分的槍擊事件，引起外界對川普參加活動時的維安檢討。迄一天，所有人客攏愛通過金屬探測器才入場，毋過一名租家佮門票無檢查身份證件，甚至有人想要用舊年門票來過關。迄時危險出現老高，炸刀甲槍頂各種武器衝過安檢的兇手，意思是晚宴進前幾天就帶入飯店，這社會當中這基本的檢查定數。Quite frankly, I don't believe that he was able to get that close. I've been in that hotel. You know, that's the infamous hotel where Reagan was shot in 1981. The United States Secret Service knows that hotel very well. They've set up this layer of security in the security plan for decades now. 年代白宮記者晚宴，川普第一擺用總統身份參加，因為伊進前一直抵制安尼活動。除了川普總統、副總統、眾議院議長、國防部長甲財政部長等美國政府官員用要攏到會，整體行政院表示，真濟政府官員攏佇共濟地點，實在互人真煩惱。I thought to myself, is it smart for us to broadcast that the president's going to be at the correspondence dinner, you know, after a decade of a sitting president not going? And so I would say that would really be my only negative feedback, is that perhaps
the president's movements should not be broadcast. 协团创意会场甲特议员交会时阵，请至带着一个探员的红弹架，这探员安算因完全康复。如果发现是川普这几年拄到的第3摆攻击事件，另外2摆是2024年7月宾州自治大会，甲今年9月这查甫人伫福州高尔夫球场外口去庆祝点，互特勤人员掠到，所以美国官员也提出建议，爱川普未来参加公开活动时阵，爱穿红弹架。公司新闻新竹报朋友。天气报恁知，咱做伙来关心天气。这气象署就讲，这2天拢是好天，不过拜3、拜4有方面通过水汽增加。拜5呢，也就是5月初1劳动节连假。拜5、拜6天气较稳定，不过礼拜又有方面接近啊，各地头拢会落雨。周3及周4，锋面随后通过及东北季风增强，水汽上是明显的增多，各地都容易会有短暂的阵雨出现。那这个降雨情形的话呢，是还会有些空档，但是局部的雨势也还是比较明显一些，所以要特别留意这种短暂阵雨可能会伴随一些雷雨的情况。特别是以中部以北地区雨势会比较明显一些。周4呢，虽然锋面是逐渐的通过了，但是水汽都还是明显的偏多，各地都还是有短暂阵雨，特别是西半部地区还是要留意阴阵雨的情形，局部可能还是有雷雨出现。气象署表示，这2天真温暖，不过早暗温差较大。拜3开始受到锋面影响，全台湾开始落雨，雨水正高。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天气会较凉一寡寡。若拜5开始就是5月初1劳动节连假，天气过稳定啊。礼拜又有一阵锋面接近，请民众爱特别注意。咱也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吉人台北桃园新竹对20度到31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0度到32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1度到33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1度到29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8度到29度，还有未来3港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